上集講咗點解數據外泄企業成日後知後覺，今集想問一個更直接嘅問題：究竟偷數據嘅多數係外面黑客定係自己人？講個真實情況，有間機構發現資料外泄，請咗專家調查2個星期，花咗10幾萬，最後話係防火牆有漏洞，加上員工冇更新系統，所以俾黑客入侵，補翻漏洞，交報告，件事好似完結。但如果用生活例子，其實就好似屋企失竊，見到門鎖壞咗，就話一定係外面查入嚟，然後換把新鎖就算。至於屋企本身有鎖匙嘅人，有冇機會接觸嗰啲嘢，完全冇再查。其實好多研究都發現，資料外泄唔一定黑客入侵，反而好多時同內部人員、外判公司、供應商有關，因為呢啲人本身有權限入系統、登入、開檔案、下載資料，表面睇全部都係正常操作。安全系統未必會報警，企業其實已經買咗好多保安工具，但大多數係妨礙人用嘅。對於已經有賬戶、有權限嘅人，如果冇詳細記錄邊個幾時拎過啲乜資料，一旦出事，就好難追查源頭，最後只可以補漏洞、換系統，問題未必真正解決。所以重點唔係有冇黑客，而係有冇人可以喺內部拎走資料而冇被發現。當年企業自己都未必即時知道發生咩事，公眾又可以點樣早啲知道風險？下集再講。